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啊？美元一強嘅時候，金價就會跌，但係相反啦，當美元一弱咧，金價就會升嘅喎。嗱，其實美元同金價啦，大致咧係呈反向關係㗎。今日咧就用2分鐘時間同大家咧拆解呢個美元同金價嘅反向關係啊！記得睇到最後啊，會教大家實戰策略嘅噃。嗱，其實美元同金價咧有80%時間啦都係反向關係㗎，亦即係話美元升值嘅時候啦，金價通常都會跌，咁而美元貶值嘅時候，金價就反而會升啦。但係點解會咁呢？嗱，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黃金係以美元去到計價㗎。嗱，全球黃金市場啦都係用美元嚟到交易㗎。咁所以如果當美元係處於強勢嘅時候，亦即係代表用其他貨幣去買黃金係要俾多咗錢啦。咁既然黃金價錢貴咗，咁對黃金嘅需求就自然會減少，價格亦都會下跌啦。第二咧就係因為佢哋嘅避險角色重疊咗啊。嗱，美元同埋黃金啦同樣都係被視為避險資產㗎嘛，咁所以如果市場對美元係有信心嘅話咧，就會減持黃金去到轉揸現金啦。但係相反啦，如果大家對美元係冇咁有信心嘅話咧，就會增持翻黃金咯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喺2022年美國瘋狂加息嘅時候啦，美元指數啦一度衝上114啊，金價咧就由每盎司嘅2000美元咧就跌到落1600美元嘅樓下啦。嗱，好啦，知道咗個原理之後，依家咧就同大家講3個策略咯噃。嗱，第一就係我哋可以睇美元指數去到做黃金波段啦。嗱，當美元指數跌穿100支持位嘅時候啦，就可以考慮分段買入黃金嘅 ETF 啦。咁而策略2啦就係用嚟對沖風險啦。嗱，如果你手上面係持有大量嘅美元資產嘅話咧，就可以配置翻5% 嘅黃金啦，去到對沖翻美元嘅一個貶值風險啦。第三就係要小心警惕一啲反常時刻啦，例如咧就係當出現美元弱而金價同樣都跌嘅時候啦，就係可能出現一個流動性嘅危機，喺呢個時候咧就記得要寧願現金為王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都鍾意啦，我哋下次見到噃，拜拜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到噃，拜拜。